诗篇12篇，大笔的诗交互圣乐长，调降8度。上主啊，求你拯救，虔诚的人无去力，世间忠信的人绝灭力。若人对厝边讲白贼，讲铺坦的话，喙讲一款，心想一款，求上主封密铺坦的喙唇，挂断讲大话的舌，因讲阮要靠喙舌较赢。喙舌是阮的，啥人会当甲阮控制？上主讲，为着困苦的人会枉屈，甲散赤人会吐气。当我要起来，甲因安置伫因切切羡慕安全的所在。上主的话顺传，亲像云伫土造的火炉炼7遍。要落用的人，互世间人看中；歹人逐所在威风丧势。上主啊，求你保护阮，庇佑阮，永远脱离即世代的人。